写学文，篇名思念同学，文卢宝贵，新竹市客家人，现下带头分。文中人但系可以了强书写，本影片系用视音强语言合成，简报嘅整理，有想过嘅东西，对地都拿出嚟先嚟。自从高中毕业过后，唔记落嚟呢度先嚟，乃出保留到今。啲家曾處嘅季節，還較上音唔啲天堂嘅片，咁係一啲上帝愛。上一高中嘅勇士，對我嘅印象係，上到將呢，當優秀，一對木柱又圓又大，木水毛又長，偏囊見呢啲。收起60分的印象，做通老愛上家門，做安用接打在古邊好朋友。講考到新竹中望去讀大學所費多，錯太，還有兩個老太，來讀先做個上畢業後，做第四條路，希望減輕額外的辛苦，屋卡帶品質，所以漂泊。大學教順嘅小5年，嗰一刻學期，接必通，因為上傳是老輩，加上功課壓力，所以人唔上上，我真無卡老阿爸阿妹參上，做得本同學來無卡帶毛，阮唔帶牙無卡好毛，唔當歡喜未講好。幾隻初八阿爸就準備好勢，昨天天火三處，又請一台腳踏車搬去。這2年老來鄉下水木，2種書桌排齊，鄉下讀書討論功課。阿妹唔敢人紅廠做飯菜，是包兩三個飯地位去腳踏車去學校。上課時節唔當專心。你多中學緊接打頭名，人品行業全當老道，實在當強。頭擺帶貨豐富嘅老屋，學生堂老偏數都第我輩，寒天人都打基準，唔咩學習用做頭小貨暖水學生，天暑去菜園淋水，雜菜全部泡菜，鄉下煮嘢。有10個外地20本學校派到新竹公園嘅憲兵區去拿去嘅，做去第14路口，離府交通，大擺老討論那個憲兵開演到身材下好，真神奇。有擺上愛交筆友，看雜誌度嘅小件，唔中意好寫太詩嘅人，我中意好寫散嘅人。寫信嘅本嘅3人，等對方有回信力，互相看對方寫乜嘅內容，知道當好教。畢業後去做事，好運讀到一個市民代表，去家代表會所上班，結果你唔靠譜考，上班又閒看書，無補習就考到負責人員，實在很強，是公家條路最穩。到了民國84年11月初，忽然接到電話，過生日，第2日阿妹下班，去電腳踏車轉業，不幸保姆頭神去學到8個人衝到，受傷體嚴重嚴重，啲新婦參加額高撇失的時節，眼目直男感送唔出山，從此唔從面對嘅位。當然高興，連書連見，學生時期交嘅朋友，真誠單純，差因為查貨離嘅演戲，神夢唔老愛做盼2年，一份友情係我一生人難忘嘅記憶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